礼拜就要开始，提醒大家把手机关机，也是调震动转飞行模式，咱做伙用平板心来等待，多谢大家配合。今晚大家平安，平安，平安！邀请咱起立，咱要准备心来敬拜主。好，伫咱敬拜的大声，咱来先甲边仔的人讲：今仔日看到你真欢喜，今日看到你真欢喜。咱个甲伊祝福讲，上帝的阳光充满伫你身上。上帝的光充满伫你的心上。阿门，阿门，阿门！咱准备好咱的心要来敬拜主，咱举起咱的双手，咱准备心，咱的专人专心，拢交托给上帝。在你这礼拜一切所跨入的代志，一切，今嘛拢交托给上帝。在这个时阵，咱主神伫耶稣的身上。咱头壳内无其他的代志，嘛无烦恼，咱的中昼顿要食什么，嘛无烦恼，咱的囝儿一切的代志，咱的身躯的健康等等，咱的独独主神的上帝。邀请大家人，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足爱你的；圣神，我足爱你的。咱做伙开嘴来祈祷，邀请圣神的降临，哈利路亚！主啊，阮将阮今仔心交托予你。你今仔日的敬拜，我要拄着上帝，我要拄着你。我经历你的圣神转变的大溃烂，我经历你的听，你的听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哈利路亚！咱做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安尼来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面亲像伫天里。愿你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要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错阮入一次，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阿门。咱敬拜之前，咱先将上大的扑克声献给上帝，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上帝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阿门吗？咱做伙来到伊的宝座前，大声来呼咯！
主要所是咱的牧者，伊要引带咱行平安的道路，咱做伙来学乐伊。咱来唱，会场来迎第一站。感谢主。对早起到暗暝，主的恩典永远甲咱撒到伫地。咱用这首诗歌来感谢伊。透早我开目看你，脚步听你的声音，心中想念你的疼，离你。
的兄弟姊妹，咱做伙用圣神所想述予咱祈祷的权柄，咱要做伙来为着咱教会幸福小组来祈祷。即届咱的幸福小组是启发课程，是全新的内容。咱嘛相信这是圣神来感动咱，互咱会当有这的工具，会当来传福音。互咱做伙大声来为着咱的幸福小组来祈祷。咱相信这期的幸福小组，圣神要来帮助咱，互更较侪的新朋友会当入来到咱的内面，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下面吗？下面咱花到三，咱就做伙来祈祷。1、2、3，哈利路亚！主啊，阮感谢你，阮将幸福小组交托伫你的面前。主啊，阮相信这是阮传福音的关键的机会。主啊，我嘛相信，相信你要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每一个人真做传福音的勇士，互阮充满信心，互阮充满喜乐，会当运输阮的喜乐，互每一个人。主啊，我嘛相信，这所有的新朋友来到阮的中间，因会互圣神来感动，因会愿意来接受这个信仰加对一生的帮助。所以我嘛相信，你要交托互阮的是更较大的事，所以我要将这个福音传扬出去，要互每一个人都会当来接受着所有主你的恩典。所以我嘛感谢你，嘛求上帝来帮助阮所有的组长，互因在带领的过程，你守住因地位，你互因有对圣神来的交代。当因在带小组的时阵，主啊，你的圣神要运行伫阮的中间。我相信，主你的福音要进入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当得到更新，得到医治，得到恢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做来吟。日头早到暗暝，对空也到山了。心爱主，我们牵手你的脚。日头早到暗暝，你的脚印破碎。心爱主，我们一切归归你。亚关那边相手来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我被挂到你的脚无双。我的主，我爱你，我被挂到你的脚无双。咱大声来用上帝来唱。我爱你，我被挂到你的脚无双。我的主，我爱你，我被挂到你的脚无双。我被挂到你的脚无双。我被挂到你的脚无双。就一切的苦难声，献给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来甲咱隔壁的人讲，你的敬拜有够水的，你的敬拜有够水的。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大家请坐。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经文记载伫以斯帖记第4章第10节到第17节，咱齐声来共读，请。以斯帖搁吩咐哈塔吉对末底改讲，王的正灵城甲达省的人民，拢知一个法令：若有人无受王条件，家己入宫来见王，无论男女，拢着处死。除了王有对伊伸出金拐，伊则免死。但我已经有30日久无受王条件啦，就将以斯帖的话甲末底改讲。末底改吩咐人甲以斯帖讲：你毋通想讲你伫王宫内比其他的犹太人较安全。伫即款时阵，你若恬恬毋讲话，犹太人会对别位得到援助，得到解救。
你甲你的亲族一定会灭亡，你会当做为荒油，敢毋是为着今仔日即个危机？以斯帖就吩咐人恢复末底改讲：你去召集苏珊所有的犹太人，为着我禁食3暝3日，无食无啉。我甲我的宫女嘛要安尼禁食。然后我会违背法令入去见王，我若着死就死。末底改就照以斯帖的吩咐去做。经文读到遮，愿上帝话真做咱随时的帮助甲力量。刷落来，咱要来邀请本堂的牧师周牧师来正道。今仔日牧师的题目是尊荣甲使命。牧师请。今晚大家平安。亲像真久无伫遮，甲咱大家见面，甲咱分享上帝话语，总是感觉真珍惜每一届会当伫咱的会中透过上帝话语，咱彼此来鼓励。当然今仔日咱看咱的执事台语的词汇一道赞的对无？哇，真赞吼！这是上帝互咱伫教会内面，咱的教会台语甲华语的服侍人员拢相共，所以也透过安尼，互咱两堂虽然分两堂，总是咱的灵是合一的，这真重要。阿门。好，所以感谢主。好，这时阵请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做伙来宣告吼，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道，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感谢主，咱会当安尼做伙来吼。今仔日是几月几日？3月初8吼。3月初8有一个真特别的哦，就是3月初8就是国际的妇女节吼。国际妇女节伫教会内面，亲像较无在讲对无？吼，咱有母亲节、父亲节遮的节期，总是即个国际妇女节，咱来思考嘛是会当，互咱搁较伫信仰内面看见上帝创造的美妙哦。国际妇女节其实是伫1908年的时阵，伫纽约有一群差不多15000人的妇女，因遐拢是工人哦，劳工界哦，因就做伙集体，哇，15000人，咱会当想象迄个场面是偌大吼。因上街路去遐游街吼，伫遐讲，阮需要的就是阮的经济会受尊重，阮的工作的时间受尊重。这个因有讲出一个真重要的，就是面包甲玫瑰花啦，吼，面包甲玫瑰花。面包的意思就是讲，上帝因爱伫因的工作的即个薪水会当得到保障，毋通遐尼济时间，做遐久的时间，总是收入是遐尼少，即因的诉求之一吼。玫瑰的意思就是讲，因要上帝因期待，互因的生活的品质会当更较好。即个包括是啥物？包括因爱有投票权。当时妇女是无有投票权的。所以咱看见伫1908年的时阵，伫纽约有一群15000的妇女行街头起来，敢有遐容易就互人注意到吗？无容易哦，经过努力，后来即个运动互全世界真侪妇女觉醒，经过70几年，咱较看见伫联合国。是1977年，伫联合国3月初8，甲正式来订定3月初8就是国际妇女节吼。咱台湾真特别咯，咱台湾伫1924年就开始有而且当时是妇女伫迄天会当休困半工啦，安尼有赞无？袂歹对无吼？即摆今仔日应该休困半工对无？毋过咱思维阁是妇女，思琴阁是妇女吼。当然。咱台湾后来到隔周休2日的时阵，就甲即个休困就甲伊缩掉去啦吼。因为咱有增加真济的休困，这是伫咱台湾所
即个进展的即个妇女节的一个过程。毋过咱嘛看见安尼真特别的，你看，咱台湾伫1924年就开始哦，伫联合国是1977年呢。安尼加50几冬进前，咱就宣布有即个妇女节，意思就是讲，咱尊重妇女伫即个社会甲家庭的地位。这对咱的信仰有一个真好的一个一个反省，嘛会当看见。事实，台湾是一个真尊重人的自由的，嘛真尊重两性的平权的一个社会。感谢主，因为上帝创造男甲女的时阵，就有互咱无共款的特质嘛，对无？所以这个彼此的尊重是理所当然。当然，伫咱台湾也是以男性的即个社会为主伫遮。过去是因为劳工需要开咱嘛，即摆呢，即摆无共款啊，所以会当看见真侪女性伫社会徛伫真重要的职位内底，为着国家、为着社会、为着家庭来贡献。所以咱彼此迄款的尊重，我相信这嘛对上帝互咱会当互咱去体会了解。所以今仔日咱嘛会当甲隔壁的女性甲讲，你是上帝创造的极品，好无？你是上帝创造的极品哦。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了，较创造人类，对无？最后的创造是啥物人？夏娃嘛，对无？以咱人的言性来讲，即个愈工课愈做就愈熟溜嘛。用安尼啦，用言性的观点来看，对啊。上帝创造的事实创造亚当人类了后，佮创造女性夏娃。圣经真清楚记载，伊是一个帮助者，伊是一个协助的角色，总是迄个协助的角色，咱嘛看见。伊受尊重的一个地位，所以感谢主伫国际妇女节，咱嘛会当彼此来提醒咱更较来尊重女性，无论伫社会、伫教会，也是伫咱的家庭，咱拢来尊重因，因为上帝互因特别的特质，相信会当帮助咱的社会、咱的家庭、咱的教会，更较合上帝的心意来做哦。好，所以今仔日咱拄好读到以斯帖即个经卷对无？咱读经的计划拄好伫即个中间，所以牧师就用以斯帖第4章第10节到17节，咱做伙来思考即个题目，叫做尊荣甲使命，尊荣甲使命。以斯帖会当讲是在记载一位犹太人的女子，伊怎样伫伊的环境内面。上帝予伊一个特别的身份，然后予伊有智慧来面对伊的国家民族的即个要互消灭的即个危境内面，要安怎会当来解决即个问题？救因的百姓脱离即个受消灭的即个最后的结果吼。所以咱会当看见即个故事足特别的吼，会当讲高潮迭起啦吼即个圣经内面，当咱在读的时阵，会让感觉讲哇，这个故事真特别咯。不过，佫有一个足特别的，就是啥物？就是这个作者，伊伫整个以斯帖记内面，拢无提到耶和华上帝这个名，拢无哦，拢无有提到耶和华上帝的名，总是却互咱在读的时阵，会当去经历这个稳重的上帝，悠然在做业理。犹原伊有伊的计划甲帮助，互求叫伊的人会当去经历这位上帝，就是伫上危急的时阵，伊施出伊拯救的手来帮助咱，来脱离一切的灾害。所以咱看见伫整个以斯帖记内面，无看见上帝的名，却有看见上帝的作为呢。哇，这真特别咯！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检测伫咱。无信或者未信的这福音朋友亲情朋友中间，可能因无认捌这位咱所信的上帝，无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总是伫因的生命内面，因若有一日发觉，哇，因需要救耶稣的时阵，咱就会当伫因的过去内面看见上帝奇妙的安排。因无称呼耶和华的名，无
讲主啊救我，总是伫因的过程内面，咱永远会当看见，这位稳重的上帝，就是照着伊美妙的竞选安排来成就伊的计划。这是真美妙的一件代志吼。哦，这伫神学内面，若要来论，哦，会当做侪论咯，吼，会当做侪彼此来提醒甲了解。所以感谢主，以斯帖记会当讲是犹太人因的社群上爱读的一个旧约的经卷之一。特别因伫普尔节的时阵，因拢会组织做伙家庭来开始读以斯帖记，吼，来经历这位上帝哇的美妙，嘛看见迄个人性的善甲恶，迄个无共款的对比内面，互咱感觉讲哇，伫咱的人生内面，咱若无真正上帝甲咱安排甲咱引带、甲咱保守，有可能咱真正会真容易陷落伫罪恶的内面，甚至成做恶者的帮手，拢有可能哦。所以伫以斯帖记内面，咱会当看见上帝是上较厉害的一个导演，哇，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吼。所以咱会当来宣告，上帝是历史的主宰。咱做伙来讲来，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上帝也是上好的导演。来，上帝也是上好的导演，是。咱拢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就对啊，吼无论上帝敢若安排什么款的境遇，咱知影伊是生命的主宰、历史的主宰。咱倚靠伊，咱毋免惊吓，因为伊是咱的导演，咱就照伊的指示，咱一步一步来行，安尼就对了。阿门。哇，这是真美妙的一件代志吼。所以伫今仔日经文。求上帝帮助咱，嘛，互咱会当更较去来了解整个对于以斯帖所做的一切的历史的故事内面帮助咱会当更较来明白这位上帝。伫古代有四大的这个帝国就是亚述、巴比伦，对无？波斯甲希腊吼，希腊吼，对。哇，这四咱读历史的时阵。咱拢会当知影吼，这是真特别咯。伫四大帝国内面是波斯上强，真特别咯，吼。波斯这个名，这个国家呢，伫1935年的时阵，因改因的名叫做，台语边来讲，伊朗吼，伊朗吼。咱知影即马伊朗是世界大家拢注目的所在，对无？吼。伫即个美国甲以色列联合来对因发起战争即个背后有真济咱所可能无啥知影的代志。总是咱无论安怎，咱嘛求上帝帮助。咱每一日的早天的祈祷会，拢继续为着这来祈祷。咱求上帝将真实的和平、公义放伫咱的世界中间。咱毋是干那要和平尔，和平若是。假象的和平，迄毋是真正的和平。咱爱看见公义，看见主爱，是平衡的。这个和平，才是真实的和平吼。所以嘛对安尼，咱会当过来来了解吼。所以当时波斯帝国因上强的时阵因的土地是包括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土耳其甲埃及无。哇，咱会当了解迄个一大片吼。一大片拢是波斯帝国的所以对迄搭遮，咱搁来安尼了解的时阵，来读以斯帖记的时阵，咱就知影为什么波斯王遐尼地有气力吼会当展示伊所有的遮荣华富贵互人看，毋是一日两日看会了的对无？哇，这是因为因事实就是安尼的。是真强富裕的一个国家吼。咱看波斯王阿哈随随罗王伊有一个王后嘛吼，后来这王后瓦实提然后真背逆哦，所以王袂使安尼因为安尼情形落去会安怎？圣经记载安尼所有的女性拢会学伊，对无？抵挡伊的翁，抵挡伫社会内面这个查甫人看袂起因，因为安怎免听因的啦，吼，做一个王，结果王后无要听伊的话，啥物人会降服这个王？
是毋是安尼？吼所以后来就甲伊废掉。废掉了后，因为伊伫外面佫有真济的战争啊。后来倒转来了后，感觉真孤单。然后伊就伫全国的内面，伊的言行甲讲，你伫全国内面佫会当选啊。后来真特别咯，犹大的女子叫做哈大沙，哈大沙后来入宫了，叫做以斯帖伫伊的堂兄伊的堂兄末底改的培养内面真做一个真美丽的女子，然后入宫，得到王的欢喜，就成做新的王后安尼真特别咯。伊的阿兄有甲讲你入去了，你绝对袂当讲你是犹太人，你爱甲即个犹太人的身份甲稳重起来。为什么？因为咱透过安尼就知影，迄个社会，因为当时即个受掠去，因为巴比伦受掠去到伫异乡遮的人，包括末底改嘛是啊，因是真做次等国民，毋是吗？甚至真做人的奴隶。所以因无迄款的自主权，因就爱尽量稳重因即款的背后的身份所以对遮咱就会当看见。然后佫一个角色就是哈曼，这个哈曼伫整个的历史内面真特别伊真骄傲，因为王甲提升伊做宰相，然后伊看末底改竟然无要顺趁伊，因为安怎？伊有命令所有出宫门的人，拢爱对伊来跪拜。全世界的人敢若亚哈随罗王免甲拜，所有的人拢爱甲拜。总是末底改伊真清楚，伫圣经内面，阮真清楚，跪拜的只有会当跪拜耶和华上帝，所以伊就无甲跪拜。哈曼真无欢喜，伊知影伊是犹太人。所以，因为一个人，伊就要消灭所有犹太人伫因的国境内面，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件代志所以末底改甲即个哈曼迄款的恩怨情仇，就一只来产生起来真特别咯。哈曼想计要来害这犹太人，伊就甲王讲：王啊，有一群人伫咱的国家内面按食好无爱讨趁笨蛋这呢，即阵的人毋知对对打落来那像游民安尼对咱的国家对你无有帮衬，我想应该爱甲因消灭，咱的国境内面较会当更较丰盛王嘛随意啦就讲好当因就要执行呢这件代志，互末底改知影的时阵，伊穿满衫，拆哩伊的衫裤，穿满衫。伫街头内面流目屎啼哭呢，伊嘛是算一个人神一个官呢。总是咱看见伊即个行动，伊就真深深知影，这个是因的民族关键的一个时刻。所以伊就派人去到王宫内面，甲王后以斯帖讲：你就爱甲王求情，免得咱的民族，包括你包括你的亲人拢是犹太人呢，包括我，你拢是那无咱一定会用消灭。所以咱看整个的经文就来到伫这个进展就来到伫今仔咱所读的这段的圣经的内面。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末底改，伊是一个属灵的人，伊有迄个敏感度，知影这是关系因的民族的一个生死的关键。咱嘛求上帝帮助咱伫看世界变化的局势的时阵，咱嘛爱关心咱台湾的整个的变化。这是上帝互咱徛起的所在。所以为什么每一届咱的早天祈祷会，拢是为着世界祈祷开始，然后为着咱的国家台湾，为着咱的社会，然后甲为着咱的教会，最后甲为着个人甲家庭来祈祷。因为咱知，全世界若是和平的时阵，每一个国家较会当平等来展进，咱嘛较会当安居乐业伫即个所在。这是咱真做基督徒，咱爱看见的。所以咱嘛亲像末底改一般样，爱有迄个敏感度，有属灵的敏感度，这是你我会当求的。阿门。
吼，你甲隔壁讲，咱要有属灵的敏感度来。是，这是咱一定爱努力的吼。所以王后以斯帖听见伊的兄哥甲伊指示的这件代志了，哇，这件代志无容易。圣经咱今仔读到讲到，吼，哇，王若无有命令要召见什么人，你袂当家己冲入去吼。你若冲入去，照因的律法来讲，这就是叛国罪吼，叛国的罪哦。这会当随时伫伊的两边的侍卫，随时会当甲伊杀死的吼。何况王和伊讲王已经30日无去钓我，所以伊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危险的一个动作。总是无论安怎，咱看捌理解，伊就真清楚甲这件代志讲甲足明白哦。这个时阵，你若点无要讲话，犹太人犹原要对别位来得到解救，总是你甲你的爸的家，拢会得到灭亡。假毋知影，你得到王后这个位，毋是为着现金的机会吗？哇，这句话真特别吼！伫整个的以斯帖记内面，这句话就成做一个真重要核心的价值伫这个内面。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哦，互咱会当更加去体会。咱看整个的这个经文内面，就是这句话有在指向耶和华上帝尔，真特别咯，真特别。所以，互咱会当透过安尼来深深来了解。咱看以斯帖，伊就接受伊的阿兄的这个劝勉，伊真正采取行动。然后，整个以斯帖的人物重心就对以斯帖开始，伫这个所在，伫第4章开始，咱就会当看见伊一切的作为，拢充满智慧。伊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来面对这个危机。哇！伊是一个上帝所欢喜、所使用的一个女子，为着上帝的百姓，上帝兴起以斯帖来救以色列人哦，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吼。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伫咱的生活，无论面对伫家庭、伫咱的工作，还是教会、社会的时阵，咱若看当落有需要，搁较努力，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参与伫即个中间，嘛会当互咱常常去思考，伫咱的家庭的现况内面，咱有啥物会当更较好无？圣神感动咱，咱就爱有步调、有智慧来渐渐来做改善、调整的工作。兄弟姊妹，上帝一定互咱有智慧，一定互咱看见，就是一定互咱有智慧甲能力来面对这个工课。就亲像咱教会一般样，牧师常常在思考，上帝祝福咱教会，到底咱佫会当安怎会当互上帝佫较欢喜无？佫较会当安怎互兄弟姊妹伫信仰内面佫较哪坚固？佫较会当活出迄个信仰的活力、快乐来出来啊无？这是阮每一日拢在祈祷的。我嘛相信，咱兄弟姊妹做伙经历过这个20几冬，咱的永光教会。毋是继续留伫迄个旧的、迄个所谓、迄个旧的无要展进的一个状态内面，咱拢一直在拍拼努力。阿门。所以咱对昨开始，咱个第21期的这个生命精神营，今仔日了后下晡阁有续接这个营会感谢主，即届咱有21个人来参加咱看咱21期安尼不断地努力，咱将来无有停过，因为拢有兄弟姊妹来，有新朋友来，有洗礼了，就爱进入这个培育的学校，互因的灵命会当真正去经历这位上帝。咱所努力的，我相信上帝拢看见。哇，这工作对牧师来讲嘛是真重的一个工作呢，付出足侪时间体力所以今仔日。我就甲潘牧师讲，第一堂你休困一下，因为第2堂来礼拜了，伊续接爱到下晡6点，即个下晡6点拢是伊的课，昨下早拢是我的课，
所以咱就会当知影，从一早啊9点开始，到暗时啊9点结束。就我甲潘牧师，这个课程拢是阮两个轮流伫来教这个课程。这个就是知影，这是兄弟姊妹需要的。所以看见兄弟姊妹生命有破空的时阵，就努力帮助因，会当因伫信仰内面会当重新去看见，会当勇敢站起来，会当去经历就圣神的快乐，甲上帝的引带，这安尼好无？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对无？是啊，感谢主，互咱会当安尼哦。所以咱看到破空，毋是诚做一个批判的人，毋是。上帝感动咱，有看到家庭有一点的不足，社会安怎，教会安怎，互咱看见这就是要爱咱有责任，为着因才会来祈祷。阿门。咱诚做补破网的人，阿门。你甲隔壁讲，你是补破网的人，来。阿门。是，所以伫关键的时阵，咱爱做迄个关键，做迄个补破网的人，这是需要的。所以咱继续来看以斯帖的时阵，伊就叫人甲回报伊的阿兄，佮讲你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哦，为着我禁食3暝3日，无食嘛无啉哦，我甲我的强女嘛要安尼来禁食，然后我要为了要进入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我若死就死吧。哇，咱看这个王后的决心，当伊受提醒了，伊知影这是一个最关键的时刻。伊嘛知影是上帝提醒伊，正做王后，就是要互伊伫这个时阵来甲上帝合作，来成就这个拯救的计划。所以咱看，伊嘛真清楚呢，毋是讲我做王后啊，安尼不要紧，我一人地人处理无。伊虽然有现在好的地位关系，总是伊犹原请同工，请伊的百姓为着伊来祈祷，真特别咯。一般的祈祷、禁食甲祈祷啊，禁食甲祈祷拢是做伙的嘛伫一般以色列人来讲，禁食祈祷是一工啦，就是对透早甲暗时啊，安尼一工就完成。总是伊知影即个事态严重。所以伊要求爱3暝3日咯，爱3暝3日，无食嘛无啉哦，哇，这无简单。一般咱禁食拢有啉对无？佮啉茶嘛是哦，总是伊期待大家看重即个，为着我来祈祷，互我有勇敢，就是死嘛，总是大家有勇敢，将即个事实王来禀报，互王知影。即个哈曼伊是会诡计。是要危害王的利益的，哇！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件代志所以咱会当去体会了解吗？苏珊城人到底是偌济犹太人？伫第9章遐有记载讲，遐个原来起来要杀这犹太人的人，因的本族的人，就最少300个啊。安尼你看，住伫苏珊城犹太人偌济？哇，算袂了，对无？所以这是一个真关键的时刻，上帝使用兴起伊，会当来成就上帝的拯救。所以兄弟姊妹，伫咱这个年初会拄开始，牧师就更较鼓励咱，互咱会当更较深信，伫这个信仰内面，咱所信的，咱就更较爱深信，咱这位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是拯救的上帝。伫咱及时的时阵，伊拢会当成做咱及时的帮助。咱无论是甚物款的境遇，咱总是爱相信。所以我写讲，咱若相信祈祷，会当互歹求变好求，会当互迄个无好的情势变好变优势，会当互软弱变成做刚强。那安尼，伫祈祷的时阵，伫祈祷你愿意继续落去无？阿门。所以你心内若为着一件代志，你看见你的祈祷的目标是上帝所欢喜的，那安尼你爱开始祈祷，祈祷到什么时阵？祈祷到代志成就啦，阿门。祈祷到代志成就这是必要的一件代志。我的妈妈为着我祈祷，
对足细汉，伊就教我安怎祈祷，哇，爱求智慧，哇，总是一路看起来，伊感觉讲，我叫阮信用求智慧，像也无啥看到智慧，考试拢也袂较赢人安尼有啦，敢若前到国小5年，佫真好啦，佫过去煞怎啊毋知拄对去安尼总是后来伊发现，伊持续到我祈祷到我后来开始服侍的时阵，伊就知影讲，哇，是过去这20几冬来的祈祷是有功效的。阿门。最后我佫献身，互上帝使用的时阵，伊佫较深信，是伊持续的祈祷是带来特别的一个果效。阿门。所以咱感谢主，互咱会当成做一个祈祷的人，佫持续咱的祈祷你心内所想的，若合上帝意思的，你就爱祈祷，持续祈祷到伊成就。阿门。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所以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深信，使用祈祷的权柄，咱会当经历大能的神业。阿门。是咱做伙来宣告这句好无？使用祈祷的权柄，经历大能的神业。阿门。是上帝一定为着咱做工，上帝所做的工就是神业，因为上帝所做的会留落这个脚业，互咱去经历，互咱去见证，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好，所以咱感谢主，咱对去年7月14到21，咱有11名去参加访韩盛会，了后转来，咱就8月初1开始，咱的早天的祈祷会，这个早天的祈祷会，咱个号名叫晨祷兴起，拜2到拜5，会早起6点半到7点半，就是祈祷的时阵。为兄弟姊妹同工，因祈祷到7点，因就爱去上班，安尼会使无？会使啊！上帝就祝福因，伫今仔日的工程会当荣耀上帝，所以咱会当看见这个祈祷的伫暑假的时阵真济到40-50个人后来咱差不多到差不多20几个这个卡业总是无论安怎，咱相信透早的祈祷甲学乐是上水的，上有气力的。牧师嘛调整我的时间，因摆过去的时间大概拢爱1点以后才会休困，总是即马就调整，上好是11点半就会当困，袂当超过12点，因为明仔早起要早天的祈祷会，就互家己活力嘛佫较好呢，透早佫较有精神来服侍上帝，甲兄弟姊妹做伙敬拜学乐。你有发觉无？牧师的声喉嘛愈来愈好听，敢毋对？即马唱歌愈准，因为透早拢有在吟诗学乐啦。佫是大声吟诗毋是伫厝，我伫厝拢会吟诗嘛毋过拢是伫喙内因较细声呀。哇，透早会当吟诗学乐，这是一件上好的代志所以你若有迄个放落袂落的重担，解袂开的结，有迄个无法度透放的怨气，也是讲有迄个想袂开的念头，要安怎？要安怎？来早天祈祷会，阿门！真正来早天祈祷，有足侪见证咱陆续会叫兄弟姊妹来见证早天祈祷会，因的生命得到改变，因的结上帝甲透，这是足侪真水的见证，伫咱的早天祈祷会内面。所以愿上帝互咱有即款的看见，帮助咱做伙来参与伫即个中间。所以愿上帝互咱有看见，咱会当有智慧，成做一个基督徒的，咱知影基督的快乐所带来的，咱应该有智慧来向前，无论什么款的困境挑战，甚至身躯的病痛，咱拢会当交托伫咱的上帝的面前。所以照用基牧师所讲的，讲侪祈祷侪有快乐，少祈祷少有快乐，无祈祷无有快乐。这道理有简单无？足简单对无毋过要执行呢，哇，亲像无容易这是真理这毋是道理这是真理足简单的真理，总是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真正努力。伫今年，咱嘛要去，佫要继续访韩盛会目前已经报要到40个要到40个，咱求上帝帮助
一年365天，咱会当有7天分别做圣，甲牧师咱做伙去来参加遐个祈祷，看做伙祈祷的规律，将迄个祈祷的火继续来引导啊咱永光教会。我相信咱的教会祈祷的强的规律，不但影响咱教会，嘛会影响台湾甲全世界哦。这是咱所深信的一件代志，所以求上帝互咱有这款的看见吼。咱做伙来讲，坐祈祷坐有规律，无祈祷无有规律。来，坐祈祷坐有规律，无祈祷无有规律。是，这是咱所深信的一件代志。所以，咱爱知影，伫基督徒，咱对上帝的认捌的时阵，咱拢会当了解，对上帝来有互咱尊荣的身份，亲像以斯帖一般样，上帝高升伊。总是伫即个尊荣的身份内面，有缘互咱有一个使命，就是会当荣耀伊的名。所以无论你即马你的身份是啥物，这样身份有足济啊，对无？我做潘顺美牧师的翁嘛吼，我是2个团队的老爸，我是咱的主任牧师，咱有真济的身份，总是伫这个身份的顶面，咱求上帝帮助。为什么上帝要互你即个身份？一定有伊的祝福伫即个内面。为什么上帝要互你即个身份？嘛一定有伊的使命，要互你来成就伊的美好的祝福。那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伫每一个咱所扮演的角色内面，找到上帝的名灯，活出基督的荣耀。我相信利益家己，嘛会当利益众人，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哦。那安尼要安怎？咱就求上帝帮助。就是互咱甲即个创造宇宙的上帝有较亲密的连接，透过敬拜，透过祈祷，透过服侍，咱甲伊较哪亲密的连接的时阵，对以斯帖甲末底改的故事内面，咱就会当看见即个奥妙就伫即个中间。所以愿上帝互咱有即个深深的看见。最后一件代志，甲咱来分享，你的工作敢是属于迄个创作性的一个设计师，还是工作者，是毋是？伫咱要创作画图的时阵啊，有时会迄卡住对无？啊，迄个灵感就那无去，有无？有这个经验无？今仔咱的师傅就是啦，伊是平面设计师哦，会有这个经验无？常常，常常会卡住吼。牧师一个讲，明年的主题是啥？伊就爱画出迄个图来。爱画迄个图啊，佮爱看牧师的感动是相共的吼。咱常常有足好的配合吼，足特别的哦，足特别的哦。感谢主。感谢主。真正是足好的，就是伫祈祷内面，圣神的感动阮，有做伙。咱今仔去看咱的周报，即个任意门啊，我伫讲着门。伊就甲我讲，牧师，你有看过我的设计无？讲无啊。我昨暗我甲迄个设计任意门出来。你今仔早天祈祷会，你就讲门。我讲我昨暗在准备今仔日的讲道，根本无可能看你读你的迄个信息嘛，对无？有读无读你嘛知影，什么时阵读的嘛知影，对无？来拢嘛知什么时阵已读嘛是我等去看，我嘛感觉哇，真奇妙。这是上帝的灵最刚伫即个中间。总是你知影吗？有人安尼研究讲你若是设计者，你若卡住的时阵要安怎？伊讲一个上简单的方式，就是出去散步行路。出去行路，无一定爱出去。伊讲主要你有行路就会使，伫室内嘛会使哦，行路就会使哦，上简单的，这是斯坦福大学研究的伊讲行路，互人的创意的产量平均会当增加60%，安尼赞无？毋是上简单的吗？是啊，因的研究就是安尼，讲行路会当促进咱的安尼血的转洗互咱的大脑的氧气会当提供较充足会当拍断咱习惯过去的习惯的想法。灵感就会自然来出来特别面对着难题的时阵，咱更较会当找到方法来解决的。那安尼袂歹这步袂歹对无？所以你若是设计者，还是你面对难题的时阵毋知要安怎的时阵不要紧，
伫厝内行嘛袂要紧，你就是出来行，出来行，兄弟姊妹，诚说基督徒有更较好的秘诀呢，毋是干那行尔，对无？会当安那吟诗啊，对无？会当学了上帝啊，对无？吼，啊，即个方向行路，即个吼，就是苹果的贾博士，伊就是安尼哦，吼，啊，迄个 Facebook 的创办人，吼，伊嘛是安尼呢，吼，伊讲就是行路来开会啦，吼，开会的时阵，大家咧开会，伊用行路的，甲大家来开会，伊讲安尼会当打破迄个空间办公室空间的限制，会真特别咯。我讲的是，咱行基督徒佫较有效果的秘诀，就是咱一个行路，一边学了上帝，一边行路，一边祈祷。哇，这一定有会当对上帝遐来领受，佫较有智慧来面对困境。所以感谢主，我相信以斯帖有可能伊就是伫宫内咧行路，上帝就予伊一个平静的心。来面对头前到底要安怎行，吼，这是咱所相信的一件代志。所以求上帝帮咱，互咱有一个真相信的信心，就是你需要一切，上帝早就准备好啊！阿门。连这个头壳会当开发更较侪60%，就是用行路就会当来成就。那安尼，咱更较相信上帝为着咱备办的一切，早就准备好。所以，咱称这位上帝叫什么？耶和华以勒的上帝。阿门。应用在咱的生活里面，就会活出咱所信的这位上帝。感谢主，今仔日是38国际妇女节哈，所以我相信上帝嘛，透过创造女性，互因特别的一个天分。也互因伫平静安稳内面，更加得到智慧来成做社会教会的一个祝福。所以，咱嘛真感谢主，互咱会当即款的看见吼。好，来，咱今仔日竟然是妇女节，咱来读这段的圣经吼。来，有才德的妇人人，治水的吹着啊，伊的价值大大赢过宝石。箴言31章。第10节，搁一摆来，有才德的妇人人，治水话吹着啊，伊的价值大大赢过宝石。箴言31章第10节，阿门。咱隔壁女性就甲因讲，上帝大大祝福恁来。阿门，感谢主哈。好，这时阵咱做伙起立，咱来吟一条诗歌。
主，阮感谢俄罗你，阮会当伫遮敬拜俄罗你，是上帝你予阮的祝福，互阮会当徛起伫即个自由的国家内面，阮彼此的尊重，就形成上帝你搁较大的恩典伫阮的国度内面。多谢你听阮，也多谢你继续要引带阮，特别阮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求你帮助，互阮面对大环境的挑战的时阵，主啊，你听阮的祈祷。因为伫即个国境内面，教会兄弟姊妹为着阮的国家的祈祷，迫切你了解，你也帮助阮，互阮的政府，互阮的官员，因有对你来属天的智慧，伫逐样的事的顶面，真正有真好的决策，来帮助阮的国家甲百姓，会当继续伫国际内面受尊重、受看重。主啊，多谢你继续引带阮。也祝福阮每一个人，今仔来到你面前的，互阮有信心，甲你讲，主啊，阮将阮的担罗马下伫你面前，求你互阮有信心，倚靠你来得胜甲有春。特别，主啊，这身躯软弱的，你甲阮同在，你的双手做医治的工作，互因会当伫基督内面更加经历你的完全的医治。多谢你听阮的祈祷，也今仔日阮嘛有看见。阮有协会来到伫阮中间，来报告因的事工，互即个听无国际的限制，会当伫世界各角落用基督的名来成就你的带领。感谢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以及信心的行动。咱做伙用感恩的心加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这请起立。这请坐。接落来是事工的分享，咱请传道师来主持。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一开始要进入事工分享的大声，咱要先来邀请咱伫咱今仔日伫咱的中间爱无国界
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敏轩来甲咱请安的报告。啊嘛，先介绍一下，就是咱的敏轩秘书长，伊的丈夫是盛祥传道，是伫是阮伫读神学院的时阵，阮的同学，所以阮真欢喜今仔日敏轩传道人会当来到阮的中间嘛，邀请咱用普卡声邀请伊来请安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一开始呢，我先要甲大家讲一声歹势，因为我的台语实在是足含慢的，我惊大家听足痛苦，所以原谅我会当用华语来甲大家报告，安尼好不？好，感谢大家。好，很开心可以来到永光教会。我觉得第一次来，但是其实之前就对永光教会的同工们很熟悉。为什么呢？因为大概4年前呢，大家有参加马街150周年的活动吗？有，因为那时候呢，我刚好是北大的干事，所以那时候跟那时候北大议长是周牧师，然后整个的150周年活动几乎都是跟永光的同工们接洽，然后连那几天都是跟永光的同工们在卖 T 恤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哇，永光的同工们虽然都不认识，可是大家都真的非常热情，而且大家都很谦卑，就是都辛苦了，因为一整天，可是大家都说不会，感谢主，就是服侍神，很开心这样，所以对永光教会的大家觉得很开心，今天真的可以来到教会跟大家分享，然后谢谢大家的接纳。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切的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我们刚毕业的连江医师，那时候是我们荣兴教会的会友，我是荣兴教会来的这样。然后他那时候去非洲的布吉纳法索参与第1届的外交替代役，所以他就在当地看见那边的需要，所以就联络母会荣兴长老教会跟当地的政府发起了一个垃圾换旧衣的活动。所以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因为那时候我应该还蛮小的。可是我就看到新闻有，好，怎么有一间教会就是门口堆满了旧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新闻有没有印象？但我那时候看到就想说，哦，原来有这件事情。然后是我高中到荣兴教会聚会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就是这个教会，就是那时候有发起了垃圾换旧衣，就是请大家捐助衣服，然后送到西非这样。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布吉纳法索在哪里？它在西非的一个内陆的国家。然后呢，这个国家它就是长这样，非常的贫瘠。然后他们的屋子都是用这样子的泥砖或是沙土盖起来的，甚至很多房子是没有屋顶的。所以大家可想而知，风吹日晒雨淋，他们还是得这样子继续过生活。这个西非内陆国家，它首都是瓦加杜古，它至今仍然是全球识字率最低的国家。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整个国家里面，整个世界里面竟然有国民他们是不认识字，然后贫穷、疾病、死亡，每天都在发生。那连江医师他在接续在那个地方挖了3口井之后，他就集结了台湾的爱心跟资源，到当地的一个偏乡盖了一个灵恩育幼院，然后2014年呢，我们就获得了布国政府的认可，正式成立私立的灵恩小学。所以我们从2004年就开始为当地失亲失学、贫穷的弱势孩童，他们可以免费来学校念书，然后让他们可以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灵恩小学的所有的孩子们。其实孩子很多，虽然他们真的很落后，可是可能就是也因为落后，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节育，所以其实也是一直生，没有钱还是一直生。所以其实整个学校大概有100多个孩子，每一个学年的年级都有20几位学生这样。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为他们盖的教室，然后也会有他们活动的地方，然后还有为他们盖的水井，不然其实他们很多是没有水可以用的。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有什么呢？
我们有做生活的认养，就是如果今天弟兄姐妹有感动的话，我们可以来认养孩童。其实我们现在100多个孩童，还是有几个孩童他是没有被认养的。对我们的对他们生活认养，让他们的水、食物，他们3餐温饱。是可以对我们来说很正常的事，他们可以不会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或者是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教育辅助，就是这个教育辅助，基本上我们就是支持这个小学每个月经常性的固定支出，还有呢，孩子跟老师的食宿，因为他们来学校，我们就会提供午餐或者是点心，让他们吃饱才可以继续的来念书，或者是整个学校的营运上面。都会需要有这样子的支出，所以这是教育辅助的部分。然后我们也有一个爱灵新种子的计划，就是我们每年10月会有小一的新生入学。那爱灵新种子计划就是一样是认养一个孩童，那就不是只是认养生活或是认养他的教育，而是他的整个教育、生活，还有甚至他的医疗，我们都认养起来，让他可以至少不用生病，然后至少不用肚子饿，他可以好好的念书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的计划，就是可以如果认养孩童的话，每个月，孩童是700，教育700，或者是整个孩子的部分是每个月是1500的部分。但是如果弟兄姐妹觉得每个月这样子有点压力有点大，好像没有这么大的感动，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大家可以一起来支持跟关心跟带导。就是像我们也有在资助我们的中学生，因为其实我们盖小学在那里嘛，但很多孩子他国小毕业之后，其实几乎真的很少可以继续念中学。第一个一定是没钱嘛，因为念中学一定要钱啊。第二个可能他们家人会说啊，你去念那个只是花钱，你也不一定有工作啊，你还是待在家里帮忙吧。或者是他们可能中学非常非常的远，他们没有办法这样子交通。所以其实很多孩子是没有办法念中学，所以我们也有资助中学生，让他们如果有意愿你继续读中学，我们每学期学费帮你补助，让你可以继续的升学。然后我们一样也讲助大学生，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个很黑的这位大学生，他是我们林恩从小学一直念到现在。其实我前几个月跟他联络，他现在已经在非洲当他们那边公立小学的老师，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激励我们，就是当我们，因为他们可以念到大学，甚至当到老师，其实是蛮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有提供奖助的大学生，如果他真的顺利的念到大学，我们会提供奖学金给他。然后我们也有校舍建设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的教室啊，我们的一些用品，其实甚至是宿舍，其实环境都不是太好，但是其实已经因为经费有限，所以就让他们可以住，让他们可以吃，其实就已经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错。但是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更多的修缮这些，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环境，好好的读书这样。然后当然还有卫生设施的建设。因为其实当地呢只有1间厕所，它没有其他的卫生设施，所以我们当然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厕所或是洗手台让大家使用，就大家可以不会一直生病，一直有疾病的发生。然后最后呢，继续升学不是唯一的管道，因为我们也看见，其实很多人对他们来说升学真的太难了，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读书，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或是可以读书，所以我们也支持就是职训辅导，让他愿意学一技之长，让他有机会可以去工作，这样，这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所以鼓励大家，我等一下会在后面的那个。叫招待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来跟我更多的关心，或是你想要更多了解，或是甚至你想要带一些文宣品跟 DM 跟你的朋友们分享，都非常欢迎，可以来找我，我这边有一些资料可以提供给大家。然后今天有一个小活动，就是如果今天在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单笔奉献1200元以上呢，会送这个小提袋。今天有听到那个亚拿传道说，我们有在做幸福小组，我觉得这就非常适合。为什么呢？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品牌？它其实是基督徒的文创品牌。然后呢，它的提袋就是饮料提袋，但是呢，它这边写 Enjoy today in the love of God， 就是很好传福音的一个提袋。后面还有一个经文，
耶利米书的经文在后面。所以你做幸福小组，如果需要礼物，这个非常的实用，大家就会觉得哇，就又有传福音的果效，然后还有这个方程袋的部分。对，然后呢，今天有带了这个小卡跟大家分享。结果我今天才发现，它上面是写 Light Up the Hope， 跟那个永光的名称很像，永光叫 E-Light 嘛，对，这个也很适合写给那个幸福小组的慕道友们。对，这个小卡，这一张是50元，就是如果大家想要有小卡，可以写给新朋友，一样可以等下到后面，就是来跟我购买这样子。好，简单的讲一下我的故事，大家还有醒着吗？不好意思，报告的有点长，因为我怕我只有这个机会一次可以报告，所以讲一下，就是我为什么会站在这里呢？其实我在20几岁的时候听到我们教会有这个事工，那时候就觉得很感动。那时候我才刚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可是我就觉得我太幸福了吧，人家没有办法吃，更甚至没有办法就学，但我却可以有衣服穿，然后可以吃饱。所以我在大学毕业后，我就认养了一个孩童。到我认识了我的先生，我就邀请他说：“你可不可以陪我再认养一个孩童？”然后他当然也说没问题，所以我们就认养了2个孩童。到我们生了2个孩子。我也用了我的孩子的名义再认养了一个孩童，因为我真的这几年经历到这个经文，大家跟我一起念好吗？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诗篇37章26节，这句经文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阿们。就是这几年虽然我们不间断的认养孩童，有时候也会有点辛苦，大家可能会想说，你们这么年轻，怎么敢结婚啊？还生了2个小孩，然后我的先生还读了3年的神学院，就是也没有收入，那你们怎么可以有信心这样子奉献，这样子认养孩童？但是我真的经历到，我这样子每年的认养孩童，我的后裔，我的孩子。他们非常的蒙福，他们从来没有缺乏，而且他们真的太幸福了，幸福到每次我们都念他，你要知足，你要感恩，不要一直抱怨，不要一直要东要西，就是人家西非的孩童这么辛苦，对，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也一起经历这个经文的应许，然后也谢谢永光教会跟我一起带我来这边分享。最后不好意思，如果大家对奉献真的感动还好，邀请大家可以帮我按个赞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大家都有嘛，就是大家可以按个赞，把贴文分享出去，因为或许每个人的感动不一样，有些人就是身体力行去宣教，可是你的朋友有些可能他是大企业家，或是他对金钱奉献非常的有感，他可能看到就觉得我来资助一下孩童，那这样我们也是参与在宣教当中，即使我们没有真正去奉献，可是我们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事工，然后让更多的孩童可以得到帮助。那个林恩小学，他是一位牧师在管理的，所以他不是只是简单的让这个小学的孩子可以教育跟可以吃饭，他们每天都会祷告。然后牧师也会跟他们讲一些神的话，所以其实我们是真正在做宣教，在这当中，所以也期望弟兄姐妹一起来共襄盛举，然后也一起来为国度的事工关心跟带祷。好，谢谢大家。感谢主，咱嘛会当继续为着这个爱有国际关怀协会来祈祷。咱除了祈祷，咱有感动的，咱嘛会当用行动做伙来支持因。阿们吗？阿们。好，这点咱要来看咱的事工。一开始咱做伙来读咱今仔日的经文，伫诗篇第4篇第1节，咱做伙来读迄个红色的字来，请。为我辩护的上帝啊，我求救的时，求你应我。诗篇第4篇第1节，咱搁一摆来。为我辩护的上帝啊，我求救的时，求你应我。诗篇第4篇第1节，阿们。伫顶礼拜日的下晡，有咱新家人元宵幸福餐会，总共有21个人来参与伫即个中间，有6位的 best 伫即个中间，咱非常的欢喜，有遐侪新人伫咱的中间，嘛求上帝继续祝福因的家庭，阿们。搁有咱今仔日爱有国际关怀协会敏轩秘书长来到咱的中间，嘛求上帝来祝福因即个关怀合会，会当互因所做的工拢有上帝加倍的祝福。
再来伫4月，咱要来受洗礼，会当开始来报名。若有感动的，嘛会当来邀请咱欢迎咱的伯叔来报名，咱来注意即个时间。伫今仔日第2堂的礼拜，咱要来颁发旧年祈祷的手抄本。咱旧年的时阵有122位的兄弟会完成即个手抄，所以咱伫第2堂的时阵会做伙来颁奖。伫今日下晡，医院的生命更新营会继续来上课，咱嘛继续替咱遮的学员来祈祷，求上帝祝福因的性命，会当互因的性命真正去经历到迄个更新，阿免吗？阿免。伫后礼拜拜六，是门徒建造营，嘛请咱遮的学员会当来注意即个报道的时间，咱嘛会当继续为遮的学员来祈祷。3月22号是咱启发幸福的启动日。即届因为是咱全新的一个内容，即个启发的课程，所以咱就邀请所有的小组长来胜任即个副长的身份。伫迄一天，咱来注意即个时间，嘛注意咱消息的报告内面有一寡，比如讲咱副长伫迄一天爱穿启发的 T 恤，遮等等的资讯拢会当来看伫周报内面。好，过来是咱一寡小组因聚会的时间，采题小组是拜二的透早10点，个民家小组拜二暗时的8点，信如小组咱会当家己来看即个时间，诗词小组拜4，加油小组是拜5，个绘画小组嘛是拜5。好，过来，咱搁偌济特别来到伫即个时段，咱有圣歌队的服侍的训练，所以只要你会晓敬拜，会晓唱歌，你嘛有即个热情，咱就会当参与伫即个中间，是每一个拜六暗时7点半，就伫咱的主堂来练习。所以，请有感动、有即个热情，想要来唱歌、学老上帝的兄弟，拢会当来报名。咱社区的事工嘛，伫进行的过程，咱嘛会当来注意即个时间。好，咱信仰培育奖励金已经审核，已经有即个名单已经出来，咱会当来看咱的周报，嘛请咱的青少年佮咱的儿童会当注意即个名单。咱的中央空调，咱英文教会的中央空调呢，即马已经有2923265块的奉献，咱嘛继续来为着咱即个工程来祈祷，求上帝当互即个工程非常的顺利来进行。哦，佮有咱嘉佑弟兄佮议会姐妹伫4月26号要伫咱本堂来举行订婚的典礼，咱请2位帅哥美女起立，因是咱的家己的青年，是咱内销的青年吼。所以咱会当做来支持嘛，为着因未来祈祷，请坐。再来是咱幸福的乐龄营，伫每一礼拜拜一的透早9点半，伫咱的4楼来举行这个活动嘛，欢迎所有60岁以上的新朋友会当做伙来参与。个咱央亲牧区城市寻宝的活动，伫3月28号，要去到木栅动物园来进行这个活动，非常的趣味，所以嘛邀请所有的社亲、所有的央亲会当来报名。咱嘛来注意即个健康大道的部分，咱会当看到咱的顺妹姐、喜清兄、淑珍姐、素凤姐，咱嘛拢会当替因的身躯来继续祈祷，求上帝互因的身躯会当臃肿起来，会当去领受到上帝的心意，阿免吗？阿免。过来是咱黄山姐妹因蒙主温调，伫拜4 3月19号拜4透早10点。伫咱的二滨的智孝一厅要来举行告别礼拜，咱嘛请咱大家人为伊做来祈祷。迄一天嘛会当拨出时间来做伙到诗班来服侍。过来是咱蔡和敏玉姐妹嘛，蒙主文调，伊是咱孟峰哥的妈妈，所以咱嘛会当继续来为因即个家属来祈祷。好，即条咱做伙起立，咱要做伙来用即首诗歌来比出来祝福来请安。你主来你就好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事兴来就满里，东方大连连都好平。
祝福。啊，咱等下祝福要拜刷了，咱有手抄即个圣经的吼，咱留咧吼，伫头前会当甲咱即个要分互咱大家，然后咱第一顿的伫即搭遮做伙翕一个相，安尼好无？吼，你若有手抄圣经完成的吼，等下留落来哦，吼，这足珍贵的吼，有够珍贵的吼，因为牧师嘛有写吼，所以足水的吼，咱会当客等于嘿吼，会当扛去这是定家之宝哦，因为这是上帝的话吼。好，主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敬拜，愿你的能力运行伫阮中间，互阮日日经历你的同在，互阮看重阮本身，因为阮就是你的囝儿查某囝，伫生活内面，阮事事项项遵趁你的命令，行你所欢喜的道路，也愿你丰盛的恩典赏赐伫阮的家，互阮经历你的同在，也圣神运行帮赞，活伫真光内面，阁互阮真做敬拜阿乐祈祷的人。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祝福每一个人，请坐。咱的礼拜就到这，咱后礼拜再见。来，咱若有手抄圣经完成的，请咱来到头前吼，来到头前，咱做伙要来翕相哦吼。好，咱嘛会当起来更较了解爱无国界关怀协会这个事工吼。咱伫后壁，咱会当来更较了解。那为着这个奉献的，牧师鼓励咱有缘会当来认领吼，多谢。